三隊女團嘅高音：寧寧 B 加、Henny A 加、希雲 A。我拆俾你睇，呢三個數字背後係咩攻擊方式？寧寧嘅攻擊方式係拳型，聲音直接向前推，又重量，撞過嚟有時會帶刺感，但係主體係拳，先撞，有時先正刺。呢個數字反映嘅係拳型嘅直接路徑，唔係佢唔好，係屬性唔同。Henny 嘅攻擊方式係風型，聲音慢慢滲入耳仔，漂浮感。風型嘅控制難度高，需要好精準嘅氣聲同埋共鳴。呢個數字反映嘅係風型嘅精細度，唔係佢特別勁，而係屬性唔同。希雲冇一個主體類型，佢係風拳型，混合聲音托住你，自然穩定，但係有啲發力位帶壓感。呢個數字反映嘅係混合型嘅字母全面性，講唔出嘅係佢嘅混合屬性。寧寧拳型撞你， Henny 風型滲入你，希雲風拳型托住你。字母只係印子，真正嘅武器係撞、托、滲呢三種感覺。你覺得邊個高音最擊中你？可以留言打寧寧、Henny、希雲。呢條片只係第2級，如果你想知更深嘅屬性，拆解留言話我知，我可以做一集第3級。